有公司要求新嘅員工取鼠某某嘅花名，譬如鼠安橋、鼠思卓，老闆叫做松鼠老爹，老闆又叫做松鼠老母。公司回應話：呢啲係企業文化，目的係營造親切嘅氛圍，突出松鼠嘅形象，而且並非係強制。但呢啲事一出咗，網上就爆炸。有啲人覺得有趣，有啲人直歡接受唔到。咁到底呢個文化係創新，抑或係越界呢？三隻松鼠從起步就靠一套嘅鼠文化火起嚟，員工代入小松鼠嘅視覺，就叫消費者為主人，內部統一花名，確實強化咗品牌嘅一致性，讓大家更有歸屬感，亦都幫品牌喺電商嘅時代快速咁樣有市場嘅佔一席位。正面嚟講，呢種嘅沉浸式嘅文化能增加樂趣，凝聚團隊。但係負面亦都好明顯，即使唔係強制，入職嘅時候建議取名，好多人都感覺有啲隱形嘅壓力。鼠呢個字喺中文裏面有時係帶咗啲負面嘅聯想，加上之前退貨鼠諧音嘅爭議，容易讓人哋覺得唔尊重個人，甚至好似洗腦咁樣。喺現在注重一個個體權益嘅時代，有一種過度綁定品牌 IP 嘅文化，容易反着後臂。內部品牌嘅塑造做得好，就能夠將企業爆火；做唔好就好容易反車。咁樣到底點樣做先係成功嘅內部品牌嘅塑造呢？成功嘅內部品牌唔係靠強推花名或者口號，而係讓每一位員工從心裏面認同品牌，成為品牌嘅活體大使。核心有5大點。第一點，明確核心價值，讓價值觀簡單易懂，並融入日常工作。例如 Google 咁樣，把創新同埋樂趣落到實處，從福利同埋決策都能夠體驗得到。第二點，高層親身嘅示範，老闆先做到，員工先去相信。領導嘅行為就係最好嘅品牌廣告。第三點，員工自願嘅內化，透過故事分享、工作坊、訓練營，讓大家自然咁接受。好似 Starbucks 去將員工叫做伙伴，大家打從心裏面忠誠，服務先能夠做得更加好嘅。第四點，持續溝通強化，定期慶祝體驗價值嘅員工，從內部嘅通訊活動不斷咁樣加深印象。第五點，測量反饋，及時嘅調整，定期做員工調查，發現問題馬上去改。研究顯示，內部品牌做得好嘅公司，員工嘅參與度高，盈利係能夠達到提升23%嘅。記住喎，優秀嘅內部品牌一定係由內連外，尊重個體，自願參與，先至唔會引致爭議，反而成為企業最強嘅競爭力。想完美嘅企業亦都擁有一種強大嘅內部品牌。歡迎嚟揾我，企業醫生，我專門幫企業診斷文化嘅問題，設計核心價值，落地內部品牌體系，從高層引導到員工嘅內化，手把手全程一站式嘅服務，讓你嘅團隊更有凝聚力，品牌更有溫度。